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39.74，按周升0.35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48.66，按周跌0.28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47.21，按周升0.67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25.58，按周升0.3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85點，按周持平。雖然中東局勢令股市波動，但本港樓市表現依然穩健向好，有新盤全盤即日沽清，帶動市場氣氛升溫，提振業主信心。信心指數穩企高位發展，反映對後市持續看好。喺全港3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3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荃灣、東涌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0平方尺或以下嘅單位。